几百公里嘅中国起，纯净嘅江天然，发动米伫暗好嘅环境下，难怪有世界级嘅好名声。不过除了掠到，其实还有青岛河农山也对两位点点的本保护、本照顾。抢悠悠嘅天丘，本推动两位生产嘅米世界一等站。不过暗好嘅天然环境、暗好嘅中国，当然唔会只有米甜甜。从六日两位完全用自然育出来嘅土芥儿，两就成本市场来注意。日前伫市场上有个各家私嘅风扇界，不论係村堂也係家庭，青島人都當好事。尤其伫推動兩非常自然嘅環境下學，單強佢外表就低，掠到介兒天速品質動站，還掠就會發動中國最美鄉景六日嘅青鄉鐵山。我們鹿野雞它天時地利各項條件都很不錯，我們喝的是自然的山泉水山泉水，所以一般都用放養的方式，雖然有圈養，但是大部分都放養放養，所以也俗稱為放山雞啦吃到是牧草啦有這個我們所謂的閩南語叫蘿蔔秋之類的東西所以營養非常好。鹿也是一個四面都有山，我們的放山雞就是它在我們的土地上有很好的運動場，一般都是靠近在山邊。為什麼是要放山雞？就是因為我們的雞吃完，它有一個很好的運動它的運動量是一般雞的是好幾十倍。為才發動中國嘅最美項，六日鄉除了米แล้ว炒米，最重要嘅鐵山做得講就係鳳山街。不過就講到合適嘅土芥兒題材，普通人實是想到一個出名原因，佢開嘅農村村堂，唔啲掠到空氣嘅芥兒，其實就係河山河水嘅六日鄉學出來嘅。他剛來的時候也是在我們覺得我們這邊地理環境很好飼養的雞的品質也很好，後來這樣運銷出去，大家覺得我們鹿野的放山雞真的是不錯。即使我們應該不只是它，只要在我們這個地區養育出來的雞，都是品質都是非常好的。學得假新鮮嘅芥兒，地面土什麼辦法相對提高。六日鄉農民除了冇奈何，還係是做得技術用心，將自家嘅土芥品質維持到天足水準，等人何講見來。當然要維持了，要順價，看頭看面，補風，天熱要打開來，天冷要關卡下來的誒。水嘅問題，水要比油拉白色啦樣。烏嘅六日鳳山街，看下過去就有幾百隻，不過環境好，街嘅品種也係好，掠到外表全強壯嘅，名係按照烏毛土芥，街幾棟風，木主看嘢當要真心。貴姓嘅毛都係烏色，行路嘅時節就係當空氣嘅用啊！你錄只嘅你做迄土嘅，唔通夾腳都黃嘅，那個夾身體嘛係黃嘅，這個腳夾腳黃色咧有冇？連夾身體都係黃嘅，吃起來都黃黃，要甜，唔通夾毛暗烏，雞冠清風這個很健康，清健康嘅嘅。詳細看一下，掠到趙某天嘅芥兒，實到主人踏出嘟嘟站下來嘅入不過後，通體乖乖走過來，一口實忙食。原來掠到鳳山街，除了普通飼料，做得按空氣，就係當日又掠到次入不，做得當做配料。佢食不食鹿嘅樹，掠鹿嘅樹，佢食嚟嘛真好。我本佢食咧，掠幾真好食鹿嘅樹啊。咩物嘅樹啊？鹿嘅樹。鹿嘅樹。其實咧對它的肉質啦，會較甜。葉子類大概是長纖維啦長纖維它吃的對它的腸胃的蠕動上，它活動量大它身體健康健康，所以健康的雞當然它的健康的肉吧所以肉質就會很甜美貴日這麼天，有住天然樹葉做得食，六日出山嘅鳳山街，對安發嘅環境度，漸漸上到又大又好。
还强调运动人一片，行业了只专门嘅介料图，面前了到嘟嘟出世某一礼拜嘅世界儿，看起来真教死。不过南白还没做得上到前好，了只时期有生意照顾么，系最大关键。伊吼像王牙样诶，我们连照顾佢像照顾王牙，要很轻声音啊，唔得太伤，佢会吓到，吓到会在旁边，拢会伫旁边那样会吸到，诶，按骨头吼，较人去诶要开牙齿，要不伊爆，要不伊稳突，冲人啊做唔得，嘿，冲嘢也做唔得，细则要鼓起来，太则都无问题诶，唔细则迄无鼓起来。微创，它的成长微创啦吼，蘑菇吼，佢唔会太长。为到本世界啊，做得创设就要好体质，大家学嘅细节都做唔得马虎。特色嘅饲料，另嘅水之外，像样占强下，上会较少暖，都爱生意困难。因为吼，鸡嘅那喺啲咧旁边吼，啲咧旁边那样曲定嘅，会窒息啊，无跳起啊，我来捉佢来。像样柜台做唔得啦，你柜台做唔得咯，你要叫佢叫嘅。看到嘅都爱注意，都到北方落太水嘅暗布條，學界嘅人未都唔敢睡摸，就驚防山嘅土界兒冇拿擺安全。看起來簡單嘅學界兒，其實也冇按改善。斗鸡它的羽毛，你看就这么漂亮，还有它的尾巴，尾巴就翘这么高。落日防山嘅產業，規模要幾萬隻，品種也要多種。一隻看起來前屋，體型體重就超過10公斤，全因講解調解，特點係非常好相打。斗鸡它体型比较大，但是它的头，你看是不是像我们那个老鹰这个头，眼睛就这么大？它的羽毛比较鲜艳。它这是太监鸡，太监鸡它是斗鸡阉的。斗鸡阉的太监鸡，然后它是放是外面吃草啦，运动在外面运动，它本身就是好动，所以它一定要外放出去，没有放出去在里面，它就直接打架。後天通嘅調解，變身佢嘅肉質動站，不過上嘅學兩種本應險度賺調解嘅解兒。少有天錯嘅技巧，尤其係要做到幾個線。這種雞最主要是你要有寬闊的地方給它跑。晚上進來一定要給它那個架子，鐵架，它會跳在鐵架上面。它好動就喜歡跳高啊，一般我們那個一般的雞它不會跳啊。它只是在下面而已。體型大、肉質好，完全持有嘅防山調解係獨雞肉、落皮雞肉最好嘅選擇。另外，每套用法會比前多嘅雞肉甜，雞毛底下嘅黃皮也係答案。它的皮膚都是黃的，不，你加皮都唔嘅，有沒有？皮肤黄的话，肉质比较好啊。它是吃玉米，然后它的皮这都黄的，很漂亮哦。都是黄的，皮肤都黄的。河山河水出產河雞兒，不過面上冇拿擺態，學嘅時間有比學飼料嘅重，總共喺日本落日向前壓力動態，尤其緊起嘅飼料，前當然都會斷唔掉咧。我了海飼料加以前收嘅時間，加一般的家私出來，一般哦，真是一般，牙絲嘛加一般的家私出來啊，條個多了下用增加1倍，沖了一包吼，沖了一包條個啦，當4磅元天，了下肉要幾千元，一包都要幾千元，因為吃得消。
在2年前养鸡业还很繁荣的时候，那时候大概有25户，养鸡的数量大概10万只。后来因为我们的那个鸡饲料、原物料暴涨，所以很多不符合成本，所以我们养鸡户现在的数量就越来越少了。第二个就是销路通路没有那么好，因为有时候那个销路出去就是经过中间商人的层，这样他们的利润会降低很多。可惜就是我们遇到产业的瓶颈啦。我们这个因为是路途比较严，通路上有问题，而且现在饲料一直在飞涨，鸡的价格也没什么调整，所以我们的养鸡户呢，饲养户呢，这个在这个生产成本提高下呢，很薄利。原物料跟起毛天，最密切嘅学界研价受影响，太多青岛人都冇办法经营下去。相关单位除了3万压低饲料价钱，也想办法行出铁油通路，用高品质嘅防散解品牌当作行销，希望让市场做出欺骗。行销品牌总共喊你一条东冲嘅路，一下要当地业者就先打出采提土家服务，希望用此次让好姊妹将游客线下过来，3年建立防散解名声。更要合适而主力人地，为到而增加商业机会，也带动提供产业。落日当地已经高级晚餐盘店，是研究出哪一种味道。解除的一种用落日土家卵做出来嘅点心布丁，业者用菜地食材凸显地方特色，也将土地嘅土家卵变做高级点心写来主旨。一种老产业结合嘅方式，唔但将本质较好，也顾到乡亲，或者系落日防散解打出品牌嘅哪一种风范。另外，中国起地图也到几千、几万肉质当站嘅土家儿。係講行銷通路完全打開來，相信當台灣嘅學界產業有做得有一種新機會。